台湾这个战争赶紧结束，莫阁伤着无辜的百姓。所以来关心咱国内消息，明仔载就是双十的国庆。今年国庆大典中有来自日本东京农大二个学生，这个因造成翡翠奇术来台湾交流做访问。透早，国到这个圆山饭店表演，虽然讲天气唔是真好，因为现场依然有真济观众到现场去支持。这阵日本学生来台湾，伊的行程是有够济，初六到台湾了后参加国庆这个义演，伊就是呢彩排。昨去高雄，煞来佫转来到台北，下晡会佫甲来自美国乐队进行交流，准备明仔载国庆的表演。动作精致，因是来自日本农大二个高中生来到台湾备战双十国庆。翡翠奇术来台湾，民众刚准备好要欣赏卡哇伊的表演啊未？今仔日知影，因来到圆山饭店，原本预计要表演15分钟，却因为早起落雨天气歹，缩短表演的时间。前一天因先往南为高雄去。3号为日本来的这学生啊，满满感到热情，唔爱好好表演，巴肚嘛爱好好照顾。高雄市长陈其迈也准备青草味台湾点心，挂包人参包啊，要爱啥就啥。啊，人好在同学上届思思念念的，就是这味。外国人上爱的台湾泡面，更加是未当错过。原本细细卡行李箱啊，去予台湾的特产煎甲甜满满。当年总统蔡英文马上台湾经典的小鸭。2个礼拜前，我们到农大二高去拜访学校还有老师，那他们就有许愿说希望来台湾能够吃到台湾的小吃。台湾人非常热情的回应农大二高学生的期待。今仔日除了伫圆山端场表演以外，下晡嘛将会和海军官校高校乐队、建中甲机练队，也有美国 UCLA 彰显行政乐队进行交流。所以个国庆日同港表演结束了后，预计伫后日就离开台湾。这段旅程体验台湾热情款待，更加爱留下青春的形影，用舞蹈来交朋友。Hello， 我是冯薇芝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